上帝稳定教育你，安尼你有啥物无教育？安尼你有啥物通惊？上帝的稳定，伊拢咧伫你的身上发生。当你若回想过去的艰苦时，哎呀，上帝伊传，哪会遐尼治疗？因为伊拢有计划，咱的所有一切拢伫伊的掌握中，所以毋免烦恼，毋免烦恼。咱若倚靠上帝，上帝就要互咱一条新的路，新国活的路。咱伫基督的内面，就要成做新创造的人。你若无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安尼检查咱就爱反省。我倚靠上帝的信心，是毋是有够呀？你若信靠伊，你的信心坚定，你就会发觉讲，我的生命是更新的，我的路是新的，我是一个新国活的，另外新的路。大家今仔日伫个所在，单单一要
法。